秋末的羌塘风里，明显有了初冬的寒意。在青黄相接的草场上，牧人顶着秋日的艳阳弯腰劳作。这一时期，收割牧草，为自家牲畜储备过冬口粮，成了他们的头等大事。走进当雄县堆林村集体草场，割草机的轰鸣声，镰刀的切割声，牧人的欢笑声，共同奏响了草原的丰收礼赞，形成一幅独属于草原的丰收盛景。这是一次准备充足的割草之旅。牧民们早已在草场周围搭建了一顶又一顶的黑帐篷，帐篷里基本的生活物资应有尽有。割草时长一般持续5至7天，这里也就成了他们暂时的家。肥嫩的牛羊肉，甘醇的酥油茶，香甜的奶渣片，雪白的酥油蛋糕，丰盛的牧家美食，在外人看来更像是一次惬意的家庭露营。清晨的露水凝结成白白的水雾，将牧草微微浸润。此时是一天中割草的最佳时刻，牧人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劳作，或左右摇摆挂在腰间的割草机，或快速挥动手中的长柄镰刀，或来回扫动收草的铁耙。刹那间，牧草清甜的芳香在秋晨微凉的空气中肆意弥漫，沁人心脾。这是草原最慷慨的赠予，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牧民最熟悉的味道。当正午的太阳高挂在天上，割草也告一段落了。牧民们回到自家帐篷中，尽情享受辛苦劳动后的惬意和放松。下午，他们要将上午割好的草或捆成一个个草垛，或收拢装袋，再装进货车，待装满一车，便送回家中进行晒干储藏。藏北羌塘的冬天，大雪纷飞，寒风刺骨。我想，这一车车满载的牧草，可能就是牧民抵抗酷寒冬季、过冬迎春最大的底气。落日余晖映晚霞，一抹夕阳美如画。傍晚的草原在落日的映照下尽显温柔。黑帐篷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，草地上席地而坐磨着镰刀的草原汉子，远处成群嬉笑玩闹的少年孩童，给这一刻的羌塘草原赋予了无限的生机和温情。抖音、